充滿愛甲感恩的聖誕餐會，今年再出佇手機餐飲來上演，因為頭家娘已經第14檔邀請南台南家扶中心的囡仔來享受一頓青草，而且除了把粥以外，現場更安排魔術表演、造型氣球等活動的節目，讓囡仔佇笑聲當中度過一個難忘、充滿祝福的聖誕暝。頭家娘會持續投入這項公益行動，正是因為自細漢嘛是同款的背景，經過成長的艱難，如今有能力回饋社會，就要將感恩化作實際行動。其實那時候家扶不只給我們很多，就是我們說物質上的支持，然後也很給家扶老師其實也私底下很關心我們啊。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，其實一直都有在給予支持跟陪伴。然後對於我那時候來講的話，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安全感。當我開始出社會啊，然後工作開始創業當老闆之後，我就有跟我先生就是立了一個願，我們覺得說我们每年都想要回饋給家扶中心的這些小孩子們，也感謝這些曾經幫助我們過的老師啊，然後就是一個比較感恩的心這樣子。當下佢對曾經受人幫助到今日幫助別人，這是良善力量的循環，嘛讓南台南家扶中心相當感動，會持續將希望的種子也向社會每一個角落，嘛讓溫暖甲愛持續擴散。說謝謝我們雅琪之外呢，更期待南台南家扶中心所陪伴的孩子們，你今天感受到來自社會大眾的愛心。但主任更希望您可以把這份愛心收着，放在心裡面。未來當您長大自立之後，您有能力了，也要把這一份愛心給它傳遞到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。台灣新聞軍旗採訪報道。